万三双桥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周庄镇，是周庄标志性的建筑。双桥始建于明代，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。万三双桥两座单孔石桥组成，两座石桥长度和高度是相同的，桥面都采用了花岗岩铺成，桥栏杆采用青石雕刻而成。万三双桥的得名呢有2种说法，一种说法是双桥是由元末明初富商沈万三捐资建造的，故名万三双桥。而另外一种说法是双桥的形状像2个元宝，而元宝在古代是以万贯而得名，故名万三双桥。万三双桥是江南水乡的典型代表，也是周庄旅游的必去景点。双桥横卧在周庄河面上，两岸绿树成荫，小桥流水，人家错落有致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。游客来到万三双桥，可以漫步桥上，欣赏周庄的景色，也可以在桥边的小店听雨轩以小憩，聆听苏州评弹，感受江南水乡独特的韵味。万三双桥不仅是周庄的标志性建筑，也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杰作。双桥建造工艺十分精湛，桥身的每一块石头都经过精心的雕刻和雕琢。桥墩和桥拱的结构也非常严密。万三双桥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，依然坚固如初，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。万三双桥是周庄的价值宝藏，也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金字塔。它不仅具有观赏价值，还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。就是能找这个位置已经是最佳位置，这3几个桌都不行，就这个桌。啊，这桥走到这个大开窗，大开窗，对，你敢这样骑吗？还是景色还是怎么改善的？多路对啊，多路没事。那2个水平是单下，也没路的那路是吧？我对沿途刚才你说的9公里留下记忆。算了，那你将来你得给我找后账的，瞅这个酒88，那个酒59。这个价钱20。我早就算你明白了，算了，不扯了。不扯。你说对不对，姑娘？绝对不能留证据。笑死了。走。可以同时干活，耽误。他说开直播吧。给我个事。没事。没划呢。可以看的是吧？你看看。你买呀？这你录的吗？不是，这是吧？小红书啊。太可爱了，我喜欢这个。它叫啥？云南贝尔。云南贝尔。来吧来吧来吧。这不是完成别的。看。
高中请上班。然后往后还有几个不了？这个真的是，这个人上班是最累的。小心啊！这个餐具都没刷干净。来神仙姐姐了。这个东西不能这么压，这个东西你不会这么压的东西，你说你什么瓶子压碎的？你这怎么好把里面瓶子压碎？你就不能往里面压，你就这么敞着，拿手一掐就完事儿，这几道手。都给凑上了。热水没？到这里我涮了杯子，我现在挺脏的。再开开始。这杯子老埋着了吗？有点白毛，有点白毛。不是白毛，是黑点。我不让杯子，咱不喝呗。穿这一样，这块这帮人怎么还都埋了把牌？你这对他没有好印象，你瞅他什么都别扭。你再吃这肉。有猪肉味儿，要不就对了。他不对了。还不错看。怎么样？酱油味儿。集体注册还是打车？集体注册应该是88那个呢？88。不是低的。没事。他们有的软件下载呀，用很快的，我们不理解大家。我们下载要跟好长时间的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这边拿了米饭。高等级的，高等级的就是高等级的。明天我也是明天晚上我们2天下回2个小时。他们就是流量生意。我花了1个地方。米饭谁上的啊？你好，米饭呢？好嘞，好嘞。钱挣足了，就有点钱挣足了。有点好
这一圈2万块，自己多吧？它这就是做的项目，你这必须得上正儿八经的百年老店啊！你别的你不用研究了，这地方真正剩下都是骗子。百年老店都能存活，它就存活的道理。姐姐，下午茶不配大枣。总体来说还是挺美的，但是它商业化太浓了。它正常它比咱俩去的西塘，比西塘商业化还重，就是这就是正在，你知道吗？在。他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咱们这地方做买卖，不涨价，你涨价，这个，不像咱们这一涨价的，这出货啊，他不是，咱们不是讲价的东西，就是必须得，咱们得让你。因为它整体也是涨价一对，但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他是做买卖的人，我这玩意儿，你看我这买的。在东北呢，看你本事，拿100块钱呢，有的50块钱的都是发的，有本事能10块钱，没本事就30。当地人当文化，一个人，老百姓无所适从。这可都是。你们有过鲜肉盐吗？昨天晚上那个七里山塘哈，太卷了。10家店里面7家店是古装，3家店是卖丝绸的。有烂套啊！让你感觉到就是他这块的政府的引导对，有问题。你看无锡还觉得哎，能整完了价格还不气人。不气人的原因是什么？政府控制好，对，特有投诉。政府管理好了，他就是想宰就宰不了，让你闭嘴不留。对，大家还都很这个去吃，这样口碑。无锡那块的人不是人多吗？他也不胡闹。是，无锡还有一个什么？你把整个市场价格搞乱了，你不能把整个环境破坏了。要是刚才大家都吃饭。这个马老师跟我说过，他家做买卖，他有的时候就拿了一单货，大家几个人分，不要在黑龙江还有分的成，我自己不分了。对呀。我揽点活，我上外面找个地方，找个小西区，我自己再盖个小房，再找俩人，我自己全揽啊。稍微有点偏有钱一起赚了。对，这马戏是我必须得出产的。你说我鱼来了，鱼呀，鱼来了，啊，鱼来了。我在想鱼来了，说哪来的鱼？鱼来了，鱼来了。鱼呀。鱼来了。那天我给你爸俩吃的这个，是这个是吗？差不多好像。哦，你这个
28，是吧？这78是80。小事儿，有刺儿啊，小刺儿可以。那天咱吃饭我也是问，嗯，今天吃小20。你不拍照吗？吃吧。有这么一个好地方。你要是要整一个非常爆满的这个烤店啊，排队儿。而且也好吃。他家价格便宜，我跟你说啊，为什么？整片好几年，到这吃完他不走，就在那泡着，翻不了台。啊，我就感觉好像这街坊都是人家自己家房子，但那个政府就是管不了这地儿的人。最近有点咸了，这是不是外面的鱼清蒸的，跟卖的一样？这个不是，这是新鲜的，它不是干鱼。干鱼能吃出来。它这鱼很好吃，来了，好吃吗？哎呀，你看那个乐游2号线，哎呀，真的很舒服。一共4条线，你别的东西也可以坐那条线，也可以那什么，他都把这个旅游这个服务都给你整好了。就是给你服务的，给你到家，让人感觉不吃亏。挺快的。你像那个灵山，门票那么贵，进去以后你感觉那么舒坦啊。哎，咱那天去的天气真好，哎，咱那天玩的都挺报的今天有雨没下，这天多好。你说那灵山大河整个身上带光啊！无锡跟着拉回头客，这边就是先上车后补票。人家在度大节，你想来，他那灵山大河会越来越整越研究细节的。对。而且现在无锡整，我那天走那条道，不就是又要拆了吗？他是慢慢搞，他不着急。不去让他慢慢修，修就修个好的。像模像样的，对。哎，你怎么不吃这个呢？你也得吃。整完餐的几个，但是做的不一定到位。来，肉皮。你放你吧，我要给我加点那啥。你加米饭。哎，这个汤是我最近最清淡的。对。他家是这个汤是最不挣钱的。也是最挣钱的。2块钱左右，知道。一个鸡蛋，2块西红柿。两块。对呀，我没说2个。对，2块。你看简直煮来鸡蛋给我糊弄的，笑死了。今天还那个一元不是，嫂子吃剩下不给你拿了，是不是？你想看？这地方啊，我家他们家还挺不错的。没事干都。已经挣2个事儿，没事了。现在太，咱属于晚班的哈，再就没了。晚上呢？晚上有这鱼好吃啊！这鱼真好吃，大腿吃。今天这个游不累，你知道吗？我吃块肥肉看香，油不油香？腻了吗？哎呀，你们都这么想吧？张万强他们家又不是傻子，选了一句话为啥选无锡了，也是有道理的。他家也是通过朋友介绍我去的。
地方夏天也热死。现在这天这么季节了，你看还这么热呢啊！哎，这肚腩子可笑。我就很神奇，就是古代人怎么建的，在水上这样出东西呢？因为它这地方填土不是，它就是小河沟子原来，完了之后建完以后完再扩河道，懂吗？稳稳当当。甚至是啥？先建，然后再引水。原来这块根本就没有水，对，就是建完以后，完了把那个周边的那个运河的水是吧？哎，他之前他都设计。他最后看来地理考察的就低洼地带，你看那水进不来呢，啊。古人呢引水是很厉害的，特别江南，它属于湿地，它周边全都是蒿子，明白吧？你先来这一道你看看。这咋这能吃啊？这放姜啊里头啊？这就整体是吧？江南这个东西啊，江南诗人就是水蒿子。北方都马是有文土的，没有土的，就跟浇了酱油。对。哎，他俩碰一起喽，哎。这也堵车了啊！堵车了。那不行，也是玻璃。这个菜不高。没有。没把你上次忘了，没有。没要。哎，今天不看戏，还有表演。呀，这谁表演的？这巧吗？他俩安排的吗？他俩自己啊？这是谁弄的？这门票还不得个钱啊？拍的在哪儿呢？这景区安排的呗。对，我感觉是吧？不是市里来的。巧了。这比赛，跟我长江南。然后我在当天的晚上，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有人说我欺诈了，然后再来一句是我。哎，对，什么意思呢？俩条都能进来。完了，撤了。
多小姐跳楼。这门票你还给多好啊！撤了。给你住酒店了。太假了。今天会选地啊？这觉得好，我原本想不在这吃的，我一看这景儿吃的嘛。笑死我！值得一吃啊！来再吃一遍，这个好吃。你这说嗓子严重无法拒绝。生鱼是这样，还有如果是提前腌的话，就不这么鲜了。这不错的，是不是啊？那还来点小米，太好了。这个多少？对吧？又来了。聚会嘉宾小组。可是我感觉我连续表演10个。相当那个90啊。挺有景的哈，太好玩了。好像鸡翅啊。那鱼挺好吃。我不太喜欢吃螺粉。肉啊，必须给你。还不是肉。啊，所有是。老李，来，美容。这么大个不行，来一半。对吧？我来一半，来吧。你报灯了，报布的，报布的不可。你的手机。